如果你而家嘅存款唔夠50萬嘅話，係時候做一件事，就係斷捨離啦。我哋認識一個同學，佢本身有50萬準備攞嚟創業嘅。咁一開始咧使咗一大筆錢，就去租地方、搞裝修、買最新嘅 MacBook Pro，設計一個非常之高級嘅 logo。半年之後錢就使晒啦，但係生意咧未有起色喎，咁只能夠無奈放棄啦，因為生活費都基本上俾佢已經使晒啦。呢個咧就係好多初創創業者會犯嘅錯，將佢嘅資源花咗喺面子、花咗喺排場嗰度，但係就冇真正將呢啲資源花喺點樣推動生意上面。所以真正嘅創業家最重要掌握嘅就係點樣將每一分錢都花喺最關鍵嘅地方。所以如果你嘅存款仲唔係好多嘅時候，係時候反思下自己嘅支出結構啦，一定要先節省咗嗰啲無謂嘅開支啦，一啲無效嘅社交時間，將所有嘅經濟同埋時間資源都集中喺嗰啲能夠直接推動你業務發展嘅項目上面。創業最緊要係先生存落嚟，然之後你先至有資格問市場點樣能夠成功。所以當你喺創業過程之中花每一分錢嘅時候，問下自己，花呢一分錢到底係為咗滿足你創業家嘅虛榮，定係真正能夠幫助你嘅業務發展呢？